今晚復刻一下廣東大排檔豉汁炒花甲。今晚復刻一下廣東大排檔豉汁炒花甲。我哋用嘅係花甲黃，準備薑葱蒜，準備薑葱蒜。先教大家調個豉汁。俾27粒豆豉，俾27粒豆豉，俾1斤生粉，俾1斤鮮粉，俾1斤糖，俾1斤糖，豉油、豉油、蠔油、蠔油、料酒。撩做，攪拌均勻，熱鑊落油，依鍋攞油。首先俾薑葱蒜爆香，法國龍，你幾時同我換一支？這樣很厲害喎，一點都聞不到哦。這個是我剛換的米家智能製煙機 S1，它能控制複雜的3種氣流組合，做到12米每秒高速後清排走油煙，臉上是不是不會油膩了？源頭產生的補給氣旋還能吸除油煙裡看不見的油煙味和影響呼吸健康的 PM2.5。哦，原來啲油煙被抽晒了，難怪我一點油煙都聞不到。這裡還能實時顯示 PM2.5 的濃度，始終保持在國標的安全值，禁煙效果看得見，保護我們的呼吸健康，清潔也很方便，無油網一擦就乾淨了。花甲鹹白爛倒落去，花渣鹹白爛倒落去，炒到啲花甲開晒口就倒豉汁落去，炒到花甲開晒口就倒豉汁落去，一嘢倒落去，吸蓋焗佢36秒，冚佢36秒，咁樣一份出邊賣128啊，咁樣一份128啊。出鑊前俾啲蔥，黐鑊前俾蔥，最後俾粒包尾油，最後俾粒包米油，色香味俱全，豉香味俱全，粒粒都好似華姐咁肥啊，呢都好似華姐咁肥啊。好食到抌我2包都唔放口啊！好吃到抌我2包都不放口啊！給你個。